線が光る朝にあなたの希望が崩れ落ちて風に飛ばされるかけらに誰かが綺麗とつぶやいて。早晨啊各位，一大早我哋就要出發去紅本站啦。3, 2, 1。好似啲流浪咁樣去而家睇下，我哋阿蘇幫準備嚟，我哋要坐到去工地9點57分嘅車。できるだけ嘘はないようにどんな時も優しくあれるように。我未見過人琴得咁樣衰，我琴咩？都勁。你琴日你自己琴咗？のように思えるように正しさを別の正しさでなくす悲しみにも出会うけれど水平線が光る朝にあなたの希望が崩れ落ちて風に飛ばされるかけらに誰かが綺麗とつぶやいてる悲しい声で歌いながらいつしか海に流れ着いて光ってあなたはそれを見るでしょう。何でもかん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ぽわっとインチキおじさん登場。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佢入工地啦，我手出個大頭啦。工地啊！呢個阿蘇唔好康啊！好嘢未面啊！哇！你踩個雪好似登月咁啊！Nike 俾錢，Nike 俾錢。Hello 各位，我哋依家喺呢一個阿蘇站，依家同大家宣布一個我哋好慘嘅消息，因為今次嚟日本其中一個目的就係去睇阿蘇山嘅嗰個火山啦。結果所有嘅條件呢，都將我哋揀成為天選之子嘅。首先啦，呢個巴士嘅呢個行程呢，一年四季呢，得冬天呢就唔開咯。我哋咁啱就專揀冬天，然之後再加上上個月火山嗰邊嗰個直升機失事事件啦，導致嗰邊又唔開啦。另外仲有呢一間隱世嘅鄉土料理店，我哋都超想去，好可惜喺呢幾日佢休息所以我哋今次嚟阿蘇山呢個 trip， 有少少失落啊！依家突然間。另外有一個地方我係好想一定會去嘅，所以我決定聽日再同大家公佈我一定會去嘅地方。
き集め探し物を探しに行くのさ One Piece Welcome，我哋嚟先講啦。今次阿蘇嘅住宿，我哋點解 book 咗喺工地，而唔係大家一致認為好方便嘅阿蘇站呢？主要係因為我哋睇啱咗呢一間溫泉旅館啦。先講價錢，呢一間房咧連稅1晚咧係1645蚊港紙啦。特色係有一個獨立嘅戶外風呂。呢一個掣呢，佢係要嚟控制嗰個溫泉水嗰個開關嚟㗎。例如我依家往上，你睇下嗰度係咪即刻停咗？然之後我呢度往下面一打，佢呢啲全部都係純天然嘅溫泉水啦，所以佢驚佢天氣凍嘅時候結冰，所以佢就必須要一直咁樣留住啦。同樣啦，呢個花灑都係要一直開住，你哋就喺度沖，沖完涼之後咧就咁樣啦。而且成間旅館嘅建材都係我最中意嘅木頭啦，簡單而樸素，成個空間都有一股淡淡嘅木頭香，再結合一啲自家嘅精油。而我哋咧就 stay 咗3日2夜啦，實現咗獨享戶外風呂嘅自由啦。愛咗慣攰咗咯，就隨時翻嚟裸奔浸翻一個風呂啦。早上起床浸亦得。從此就過上咗野人裸奔嘅日子啦，得咗。當晚成個風呂嘅入住人數咧，淨係得我同黃生嘅啫，所以成個服務嘅體驗咧，有一種專屬管家嘅體驗感。房間每一個角落嘅設計咧，我都好中意。另外，雖然隔離咧就係阿蘇神社啦，但係好多旅客咧都唔會選擇喺呢一邊過夜嘅。加上呢度嘅商鋪咧，下午平均4點鐘左右咧就會關門噶啦，只係得可能1-2間好隱蔽，真係好隱蔽嘅一啲 local 嘅燒烤店會營業嘅啫。如果你唔認真揾嘅話咧，又或者你冇勇氣去推開嗰道門咧，你都唔知道呢一間店原來係可以食嘢嘅。所以今晚我哋就提前咗1日 book 咗呢間旅館嘅懷石料理啦，性價比我係覺得唔錯㗎。好神奇就係我哋依家係一間包房嘛，依間眼見咧係冇 can 嘅喎。但好神奇就係佢哋會知道我哋食到咩程度就快完，之後就會上另外一道，嗰個節奏拿捏得準到咧，大家知唔知道點解？可以留言話我知。佢哋肯定好多人幫襯，所以佢哋自己店入邊有大數據已經。哦，原來係咁啊！啱我呢啲。所以如果你係想揾一個清幽冇人打擾嘅地方放鬆一下嘅話咧，我係好推介呢一間旅館嘅呢。呢個真係好適合3、5知己，起碼4個人。除咗一家大細嘅話，我覺得4個朋友仔一齊喺度住都 OK 嘅。同埋嗰個出面嗰個風呂都可以同時浸2個咁樣。另外，咁熟嘅咩？同啲 friend？哇！1、2、3。好似唔係好大，但係好舒服㗎，有個透明玻璃啊嘛，咁你冇理由入面喺呢度 high， 然之後你喺度浸溫泉嘅時候，咪冇隱私咯。裡面坐大啲，跟冇錯住俾你洗電。咁你打麻雀㗎嘛係咪？打麻雀之後，咁你呢度就可以降翻落嚟。哇！就若隱若現啊，呀，好浪漫啊！就係咁啦。1好菜！